杜拜2026世界殘疾人田徑格蘭披治賽已於2月10日至到13日圓滿舉行。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田徑隊一共派出6名運動員出戰該站賽事，一共奪得1銀2銅嘅佳績。其中周志偉於男子 T20 級別跳遠決賽以6.56米嘅成績為香港奪得1面銅牌，並刷新智障級別香港紀錄。另外，潘佩儀及謝楚玉於女子 T20 級別400米決賽中為香港增添1銀1銅。隊友嚴正熙就喺男子 T20 級別400米決賽中以第4名完成賽事。跟住落嚟仲有中國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乒乓球隊出戰於2月16至到18日搞澳洲黃金海岸舉行嘅2026澳洲世界殘疾人乒乓球未來賽。今集就去到呢度，如果想收到我哋最新嘅資訊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追蹤我哋全球使者部落嘅社交平台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